这个空气跟我很同频啊。虽然说那时候来的时候看的时候挺乱的，我觉得我是魔术师嘛。来到这里看到很多老房子，特别是希望能够保留原有的一些城市风貌。这里的空间当时候考虑的就是想做一个美学教育沙龙基地。土瓜岭大街石巷，烟火咖啡，土里土气，花里胡哨，究竟因緣際上，無非是人間裏煙火。我而家坐呢個地方都係我哋一個曬谷亭，嗰度係我哋幾兄弟嘅一個祖業，我太公翻嚟整嘅碉樓嘅。因為當時我哋呢度喺土瓜嶺村係最低嘅一個地方，同埋而家周邊都建設咗啦，咁所以呢度咧一到大雨水浸，咁我哋就需要搬咗出去住，咁所以抌空咗呢度。24年底咧，跟劉老師認識咗，跟住就佢有興趣落號中餐，咁將我哋古屋整合埋一齊。这个是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中心，叫永辉楼我们还在继续的在修缮。这个是办公楼，这个是美术馆，这个是规律园，这里就是一个森林小剧场。所以说呢，在规划上我们就做了很多的排水的工程错落，包括我们整个地台最高的地方我们抬到了90公分高。所以说为什么我会有很多的门它其实是有助于风空气它的一个流动性。以前这里是有房子的，这里是一个入口，都是层层递进，你走在里面有点探秘的感觉，相互链接，你就不會覺得它小啊。每個角落我都中意，我逢周六周日我都翻嚟扯下呢個小院沖下咖啡。然後呢，未來呢，可能我會有畫展，各種美學方面的沙龍。每天早上太陽都會照進來，太陽從東邊到西邊，完全可以記錄它的一個光影。我們以前在深圳，哇，陽光那可能就是太奢侈了。所以說我覺得這裡呼吸間你就充滿着那種舒暢感。我的思維，我的靈感，我的思想，哇，簡直澎湃。村入邊好多啲舊屋日久失修，冇人管理。我自己想法咧，如果我哋就可以交俾專業嘅人士去重新賦予佢個新嘅生命。所以說我覺得這裡未來廣州、深圳很多的設計師都會慢慢的會跨過連陰陽遷徙到這裡，我就其中一個，我希望更多人來。